非常高兴进去你们家里。时间到了，我们来听一下第9课的教导。教导的那个题目就是那个证明亚法的名字是正常的，然后要证明耶和华、亚胡法、亚胡都是假名。我们来证明一下，然后为了下一次的课就是那个要证明那个要说是正常的名字，然后要证明耶和华、耶稣都是假名，因为父亲的名字是记住，那我们就是来证明一下这个。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问你们多好，很高兴进去你们家里。按照那个题目嘛，我们来证明一下，就是用亚瓦父亲的那个名字，他就是那个创造了天上的天，然后那个天就是在你头上有天啊，然后天上的天那里也有啊，他也创造了那个地和那个地上所有的，那我们来念一下那个上文字怎么证明一下这个亚法的名字是正常的，因为他是创造主。第一个，他不爱主人呢，所有的主人都，因为他不爱所有的主人都，那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要把那个解脱人们的罪恶，这个大夫。他是正常的，就是那个所有的人跟随他都不再犯罪啊，他们的那个罪恶都被拿掉了。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个第8课的教导啊，我们来念一下上帝的话，我们来查一下小子们呢。我们来查一下，就是那个亚怎么写亚，我们能看得见这个在犹太的sefer Torah，就是那个犹太的那个圣经呢，旧圣经呢，就是那个150章。第150章第2节，不是就是那个出埃及记15章2节。我们直接念一下，你们在家里那里和我们一块儿念那个圣经一下，就是那个出埃及记第15章第2节，我们来念这个奉要说的名字。我们就是要看那个希伯来圣经呢，或者sefer Torah，或者法律的书，这是圣经嘛，就是 Bible。他们那个犹太人那里怎么说？就是这样的说的，就是sefer Torah。我们看一下诗篇、先知的书和那个法律，我们要看一下
沙漠的第15章第2节，或者出埃及记第15章第2节。那我们看过了，在这里亚的名字，我们看过了，在那个第8课的教导啊，今天是第9课的教导啊，我们把这个结束了。今天谢的啊，就是要说的大师谢的啊，从那个开始就知道了。你一来，你一直听这个就以后你只是能知道我是谁呀。Aziv Zimrat Ya Vaili Ishwa。那这个句子意思就是什么呢？亚瓦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He's become my salvation，也成了我的拯救。英语的话就这样 ，Yah is my strength and my son。Yah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我要赞美他。然后，意思就是那个要去赞美他。那这些多就告诉你们，按照那个旧希伯来语，因为这个旧希伯来语就是那个公元前700年，那按照那个旧希伯来语，为了我们能查出来那个真理，我们看见了就是亚写的，有的黑，怎么读有的和黑就是亚。那我们看到这个亚，因为这个就是亚。按照那个标音文字，就是要我来教你们一下怎么写这个。由于那个希伯来语，我不是来这教你们那个希伯来语，但是为了那个给你们解释。这个是有的，这是那个是好像那个多好。哎呀，这就太高了，我放在下面，有的就这个，放就这样能放得进去了。这个叫要的，然后你们从今天就知道了，这个就叫要的，你们一看见这个就是要的，怎么读这个？就是一。这个呢，这个叫嘿，怎么读这个 ？H 或者 AH， 就这样子读的。为了你们在这里少看怎么念这个有的和那个黑，我先用那个其他的颜色，E 或者 I， 这个是 I， 因为这个是AH，
我们念的话，就是那个从那个左边到那个右边，他们那个有的人怎么念这个一或者呀，按照那个上文字念这个，按照那个上文字就是这个有的和那个黑，就这个嘛。他们有的人是这样子读的呀，读这个就是呀，把这个读就是呀。那我们都看过了，那我们那个说话回来那个表音文字asif zimrat呀，就是那个表音文字，就是这个我按一下，然后我给你们看，怎么写这个？就这个嘛。这个 A 按照那个上文字就是这个，把写那个有的和那个黑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下载一下，这个就是那个有的和黑啊，怎么读这个就是呀，我们一看见了这个行就很简单嘛，按照那个旧希伯来圣经呢就是呀，我们看过了，在那个诗篇那个第150章第1节，或者就是哈利路亚，那读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读就是呀嘛，按照那个诗篇第150章第2节，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荣耀是归给亲爱的呀爸爸。应该在下面那里。呀，你会问我，对我说，这些都是什么？小子们，那个是什么？哈利路亚。按照那个带领嘛，第150章第1节就是那个诗篇了嘛，诗篇，或者不说，在那个104第35第104章和那个第35节也有啊。就是那个诗篇呢，哈利路亚，就是这个嘛，哈利路亚，我们如果说从那个左边到右边那个第一个字母就是那个哈利路亚，就在中间。呀，就是那个在中间那个，你们看见了吗？如果我们读这个，不会有变了吗？如果说是不懂人就是应该这样的读嘛？我们已经看过了原型嘛？看过这个。要的那个黑，我刚才教你们呢，这个怎么读？就是呀，没有耶，有或者一，就是呀嘛。按照那个希伯来语，我们就有惊讶了有人类多把那个变改掉了，包括他们那个犹太人呢，然后人多跟那个真理又离开了，就跟那个。上帝吵架了，然后上帝要生气了，然后不让他们吩咐他们不要称呼那个大大名
就凭张仪呀为耶和华应该是亚法那个有变化的，就变成了那个加的名字那么贵，有机会啦，那人多，再犯罪了，没办法了。我们看过了这个有的和那个，嘿，你们看过了这个，这个就是呀，不是也有一，那些都不行，那个读这个就是呀，按照那个英语的话 praise 呀，按照那个希伯来语就是那个要念这个，按照那个希伯来语音译，这个就是呀不要把这个变成别的东西，呀就是呀，不是呀物。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先放好这个，在我们那个画上，我们一看见了这个行啊，我们一看见这个行，按照他们那个希伯来的话怎么读这个，按照那个犹太的那个谢菲尔托拉或者他们那个就是ERSYAH， 这个就是公式你怎么把这个改掉？有的黑娃娃，因为人多说了这个是四个字母，就是四个字母。看不见嘛？我先把这个拿掉，因为看不见了。我来写一下。我们看过了，这个就是要读这个就是呀嘛，就这样。我们先擦干净一下这个，然后因为刚才那个比较胖，好久。就这样，那个他们那个宗教领袖都知道了这个四个字母嘛，这个是要的，这个是黑，这个是娃娃，这个是娃娃，这个是还有这个叫人类都说这个是四个字母，这些叫四个字母。你们人类自己找这个，这个叫四个字母，就是四个字母，要的黑娃娃黑，怎么念这个？我先用那个黄色的按照那个希伯来语的话，就是娃娃，或者 V， 就是 V 嘛。有人把这个变成 O 或者 U， 我们查一下那个希伯来圣经呢，就是 V 或者 V。第一个一部分就是呀读的，按照那个希伯来圣经呢，这个不可以再当，我们都看过了嘛，我没有造了。你一看见这个行，这个就是呀读的，那个另一个一部分怎么念怎么读？还有那个另一个一部分，怎么读这个？怎么读这个娃娃和那个黑？人家都现在看电视少看，因为这个教导就是为了那个其他国家多，
就我们从那个第一课开始了，在这里就是嘛，大家人多已经听见了、看过了，他们不愿意进来，就想。先不管他们呢，现在要说的大是要把这个到那个其他国家那里，那你们那个听那个收音者会惊讶了，这个应该是只给那些人有那个电视，有的有黑，有发有黑，有的和那个黑怎么读了，我们看过了，就是呀。我刚才只给了那个三文字，按照那个出埃及记第15章第二节而且那个诗篇第150章第2节，那第二个那个就是那个另一部分怎么读怎么念那我们来。念这个按照那个希伯来话，按照那个犹太的语，我们按照他们那个犹太的那里，因为有那么多那个变化，就人多对这个原名字又离开了，那他们多自动再犯罪了那个父亲的。名字有错了，就是假的呢，就没办法把那个解脱罪恶，他就是只给了我他的那个对的儿子为了我们呢，他被钉在这个世界上荣耀归给你，要说对你的好处。那第二个那个一部分那个娃娃和那个黑怎么读这个？怎么读这个？我们就是那在这里就是有那个疑问记号。第二两个字母就是那个第一部分那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我们说话回来在那个希伯来圣经呢，就是那个旧希伯来圣经呢，也是出埃及记第15章第2节你看到这个，那就你脑子里就会了解了。为了那个要说的那个。荣耀有西底亚的那个目的就是那个为了你到达那个天上的天，这个也是要的。我把这个摆个照一下，然后要放在这里，你们先看好。稍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装到这里，那个图片就是这个，我们画这个用绿色的，这个就是有的黑娃娃黑。我们看这个时候就有什么情况？因为第一个姓那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怎么读这个第一个姓就是按照那个旧希伯来圣经呢？那第二个一部分那个怎么念？怎么读？那怎么读这个娃娃和那个黑按照旧希伯来圣经呢？那我们要再画。这个已经在里面嘛？那我们那个说话回来怎么念这个按照那个旧希伯来圣经呢？就是这个嘛。我们要加那个疑问记号。我们要看那个第二个一部分那个，放不进去，在这里我们先再摆个照下吧。我们在这里
看这个是第一个有的黑娃娃黑呀，怎么念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嘛，哑巴。我们先放进去这个，我们先在这里我们能查得到，能查出来，因为他们那里把这个变化就很多在犯罪呀，按照他们那里那个最后的那个他们把那个随便改，我们已经看得清楚了，这个就是去那个旧希伯来圣经说定了，这个是呀，那个第一部分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是va。怎么读那个第二个那个一部分那个就是发，这个就是那个澳洲的嘛，这个就是澳洲的字幕啊，我们要回来在那个旧希伯来圣经呢，不然这个篇章要啊，这个应该是发。按照那个希伯来的圣经呢，有的黑怎么读就是呀，然后有娃娃和那个黑就是发，没那个有带的那个字母没有什么，没有 W 啊，就是V 嘛，我们来查一下。因为有人呢，在那里有个人说了，有带的那个字母没有 V， 有啊，我查一下，那个是在哪了 ？Vav， 就是这个嘛，V 字母，先把那个下载一下，这个就是那个V 字母 Vav。或者 V 怎么写的？就是 V 写的，按照那个声音呢，就是那个第三个轮子，就是那个声音呢。我先把那个照相一下，然后再给你们呢，按照那个希伯来话。我必须给你们解释，我要给你们证明呢，因为目前呢这个有用啊。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就是娃娃。稍等一下，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娃娃，这个叫娃娃。怎么读这个就是 V， 怎么写？按照那个希伯来语就是。好像那个逗号那个，后来有人把那个编章或者这个应该是 V， 我就是答复你那里就是说了，有带的字母没有 V， 那我们先。说话回来，在那个教导，刚才那个教导是什么呢？刚才那个教导说了，怎么称呼这个亚法父亲的名字？这个亚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话怎么称呼这个亚法？我们画好一下，怎么称呼？怎么？读这个4个字母就是哑巴，这个是哑嘛？这个叫哑，就是这个。这个是哑，另一个呢，叫哇。
另一个叫法。按照那个90部来上经呢，我们把这个加起来要黑法法黑，当然我们把这个念一下，呀哇，就这样，呀哇就是这个。那呀哇的名字是呀，是呀哇。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刚才那个话怎么读这个摇头那个哈斯，我们再写一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我们用那个蓝色的写，把这个写一下，呀哇，就这样。他们写的话就是从那个右边到左边啊，不好意思，就是那个从那个左边到右边，我们把这个下载一下吧。我重新做一个，我们再下载，我们写一下从那个右边到左边有反对，就是从那个左边到右边，这个在这里是呀，在这里呢是法。如果要读的话就这样子，我们要进去那个表上，然后你们会跟着，那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先填表一下吧。我们先写一下那个4个字母，就是他们那个宗教领袖都说了，他们呢太危险了，他们把这个改掉了，就人多再犯罪了。这个是怎么读？这个就是呀嘛，呀。这个是 H， 他们怎么读？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从那个左边到右边读。这个怎么读？那个第二个一部分那个有的好像发和那个黑那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用别的颜色，怎么念这个？就是 V， 就是哇，在这里有个我们看过了这个在那个90部来上经上，我讲掉话，我们看过了这个在90部来上经的或者塞弗多拉，怎么写塞弗多拉？就这样，如果你要知道了，哎呀，那个头配藏起来，先放在下面吧。塞弗了，多拉，就这样的写的。这个东西按照那个希伯来语，按照那个多拉的书，这个叫亚法，在顶上的点也是亚法。所有的人都叫亚法，多就配他们的那个罪恶被除掉了，因为有的人没有读过这个，那我们要来说这些都是假的，耶和华雅虎法。我们先把这个下载一下，先放好。为了我们很容易记住这个，然后要背。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们那个表我们就是从那个表上把这个解释，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怎么念这个按照那个希伯来语，有的黑、vav、黑，这个就是4个字母，怎么读这个？按照那个三文字，按照那个希伯来圣经呢，就是亚法啊，这个没办法再单，这个就是亚法。原来的就是这样子，按照那个犹太的那个写法读了。那他们那个新教的那里怎么把这个编章耶和华？第一个就是那个犹太人没有发音过这个，他们那个天主教要把那个编章亚非。他们犹太人没有发音过这个，他们那个天主教的前面的没问题，那个后面的就是非啊，应该是亚法，为什么这个右边唱了那个亚非，这个亚非是假的，又错了。这个就是那个天主教的，从这里开始都是假的，都是有问题，都有错误。耶和华是错了，亚非也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非啊，因为有人说，你那里为什么是真的？因为我们不在犯罪嘛，我这里有一个。大夫，我们不再犯罪，我们不会犯罪啊？为什么他们那里就是那个用这个亚非？有人有那个有翻译把这个改掉，就变成耶和华耶非，也有以为，也有那个有法有夫，他们就是那个人类就有权利把那个字母。改掉，那他们那里都没办法，解脱那个罪恶。天主教的那个一半是真的，一半是错了。我们看的时候，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圣经呢，就能看得见亚非。我们用那个绿色的一下，因为蓝色的好像不太好用啊。这个第一个，他们没有把那个改掉啊，也是亚嘛，这个也是亚，这个就大会留下这个，那个后面呢，应该是万，正常是亚，他们把那个变成非，那名字就有坏了嘛。他们把这个变成 A， 却我们看过了，按照那个希伯来圣经呢，读这个不是 A， 这个是 H 或者 AH。昨天我们看过了，那个应该是。第5个的角度，我们可以重新再少看那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是黑，怎么读这个黑？就是 AH 或者 A。我们先照相一下吧，拍个照一下，因为我叫你们那个上帝的名字，那我要放好啊，按照那个希伯来圣经呢，怎么读这个，为了下一次不会再有错误，因为我们把这个证明呢，按照那个散文，按照那个希伯来圣经呢，这个是黑，靠近了就有，怎么念这个？这个是。H 或者 AH， 我们的眼睛能看得到，这个应该是 H 或者 AH。你自己挑
a 或者 ah， 没有 eh。如果是我们来问一下那个爸爸，哎呀，我一直喜欢画，哎呀，没事没事。那我们再念一遍那个如果说我们看一下那个 v 没有 v 呀，但是这个从那个以前到目前，你们能看得见那个爸爸在那个表上没有什么 e， 这个就是那个旧希伯来圣经呢，按照那个旧希伯来语。你们哪里都应该要看好要学，因为这个对你们哪里都有好处。这个就是那个一条路为了到达那个永远那个生命那里嘛。先拍个照一下，就这样，然后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有的和那个黑，就这样。我们那个画一下，我们这个就是爸爸，这个就是爸爸。说实话，怎么读这个？目前怎么读这个？就是非。以前呢，怎么读这个？因为这个是从开始就是。怎么读这个就是非，这个是什么语？这个就是那个澳洲的那个或澳洲的或者西方的，因为有泰语没有 W， 都是非。念这个非不是以为就是非或者我或者无。从开始就是 v， 然后后面那个就是 ah， 那亚维是假的，就有错了。怎么念 ah 就是啊，怎么念那个 v 就是 v， 或者变成o或者无，就是他们那里按照那个原来的旧希伯来圣经呢，就是那个 v， 我们再画一遍，按照这个形象应该是这样子，正常应该是这样子读的，就是 IAH。从这里开始，这个应该是 VH Yav 或者 Yava， 没有别的 Yava。那这个 Yava 没有意思，但是 Yava， 因为他们有的人说了这个是 Yava， 那天主教的 Yahweh 是有问题，那个有错了，那个是假的，那这个形象。不行啊，我们先拍个照一下。我来照相一下，为了做给你们那个证明呢。在哪里啦？就在这里。我爸不在这里啦，就在这里，不在了。那要我拍错了。现在。到这里再能进去呢？这个就是为了给你们那个基础的那个解释，应该是 Yav， 还是不是那样子？按照那个犹太的写法说了，但是亚法那真理就是那个在上面，那这个把边界这个，真正的就是亚法，
这个不在那个希伯来字母，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呀不相信我，and one falls on 的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公羊将2000年。我们那个灵在中间啊，第一个就是那个羊来的那个，就是这个。我们来说这个 early， middle 就是在中间来的，就是那个目前嘛。early 呢，就是那个以前 earlier 按照那个英语就是那个W， 就是这个以前就是 W， 就是这个，因为以前在这个轮子就是以前公羊将2000年怎么读这个就是 V， 这个意思就是earlier按照英语。我们必须拿这些，我们来读一下。又来了，我们写一下红色的，要把分开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在公元前2000年那里，就这样。这个就是那个公元前2000年，就是非。因为他们那个澳洲人把这个翻译就他们用 W， 那我相信你们哪里多了解了这个教导啊？那个叫什么亚非就是假的。我们先往下解释一下，还有啊，我们擦干净一下。那这个耶和华怎么证明呢？这个也是假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这里，因为这个就是真理的基础。那个耶和华有的人没有说过那个耶和华不行，为什么呢？从开始就有问题了，应该是他们把那个编章 J， 都跟你应该是 AH， 他们把那个编章 G 和那个 E 嘛。如果说是这个是黑，他们把这个编章 O， 然后再加个非，那我惊讶了，为什么有好几个非呀？那个最后面的有个那个法，最后面的是法。你们先看一下人类的错误不行了，那他们看见了这个，我就是教你们为什么他们做错了，他们看到了和最后面的那个也是法。但是这个呢，这个是贼，这个不存在呀。他们从哪里找到这个 O？ 那我有个提问，这个 O 是从哪里出来？谁放这个在中间？因为有的黑法黑啊，我们已经看过了。结和那个法，这个我是从哪里出来了？如果说我们看那个形象，这个是什么呢？那不是4个字母，但是变成5个字母。按照这个形象就有5个字母，因为4个字母是 J， 第一个2个字母，和第二个2个字母，那个 O。那他们那个新教的那里就对这个名字有理解了，不用了。
你们看过了，他们那个假名字那里，为什么是假的？我跟你们说了那个原因呢，应该是简单然后会脱解那个罪恶，就魔鬼把那个拉过去。第二个，你们已经了解了这个耶和华真的就有问题了，就还有啊，我再给你们解释一下有可能你们那个神学家那里会有那个建议，你们那里叫什么我都知道了，就是雅迪亚知道了，我们先查干净一下这个吧。那你们的上帝的名字那里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就我已经教了你们了，就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翻译？我们要备注一下，要做个记号一下。下一次的作物就是就把耶和华有的黑娃娃黑他们木匠怎么教这个就是那个方方的希伯来语，为了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困难的。以前的那个希伯来字真很难。那我们继续吧。他们怎么做这个？他们怎么写这个？就是那个把这个改掉，他们怎么改了？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怎么把这个改掉了。按照他们那里，这个也是要的。然后加个说等一下，我们先写一下。我马上加吧，我们用那个自私的一下吧，他们加个2个点儿，你2个点儿有意思，加个2个点儿就变成一。蓝色的，这是好像蓝色的、绿色的。然后黑和那个有的和黑就是黑，这个就是变成一，因为他们又加了2个点儿，在希伯来语的话加个2个点就变成一，那就有 GAOH，他们把那个变成 G， 应该是一，然后把那个变成 G。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个亚威，然后加个2个第二个就变成非，不是应该是法。他们已经来了，在这里就再加个第二，在这个黑，我们用蓝色的加个点儿，在这里有个点儿，我们用蓝色的，看不见了，先用白色的吧。他们加个那个点儿在前面，有的时间他们放这个在上面，可以放在中间或者在上面有这个就意思就是右边了，自动有那个这个有下来了就变成他们的系统就是这样的。那他们那里的就是那个最后，你们可以查这个，如果你们然后这个娃娃下来的时候，这个就是飞，这个呢，在这里是正常 HR，
这个是另一个假名。你们那里以为我不知道了吗？我真的知道了，我就是跟你解释了，你们不知道了。这个4个字母，犹太法法黑是从哪里出来？就是那个从这里那个耶和华那个出来了。他们那个希伯来人没有说过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希伯来语，这个是假的。这个有为呢，亚法的名字就是那个公羊将2000年是亚法，他们这个就是造假的。那我相信你们那里了解了，记住了。我们把这个下载要用就要把这个出来。我们继续看那个别的翻译，就是亚乌法。这个亚乌法从哪里出来？我们必须从这个4个字母开始。这个亚法和亚胡都是假名的，这个会怎么样？你们以为要说的大世界不知道了吗？那我已经给你们说过了，什么东西都知道了，别把东西藏起来。你们那里多随便就做错了。亚呢，亚没什么问题啊。我们在写这个，他们又放好了，这个亚留下了，这个亚，这个是亚。我们用那个别的颜色。Y 和那个 A， 你们能看得见这个就是在那个美国的上境呢，就是希伯来美国的上境呢。他们那里说了做过那个搜索，亚无法和那个耶和华都差不多一样。在这里也有加个那个点儿。我刚才跟你们说过了，就是上面加个那个点儿，在这里有这个，有这个时候就有个那个五或者就这样，他们就这样的，就这个五或者按照他们那里，有的时间他们放在上面，有的时间放在中间。我先把拿掉这个，怎么拿掉这个？把拿掉这个，我们要把拿掉这个，因为打的是亚乌法，那就是这个。我们先来擦干净一下这个吧，然后要放好，就这样。在这里有个五，就是亚胡，然后再加这个 V。然后这个的加这个 H， 相当于雅虎法，因为这个是从那个左边到右边读的雅虎法，就这样。因为又加了这个点儿，就一直又变了。因为有这个点儿就变成五，然后变成摇法，就是摇法就是这样的那个找的，他们要把这个找那个把那个整理，应该是压法读的，就变成把那个改掉，变成雅虎加那个加那个的都不行了。那我教你们呢，我教训你们呢。这个就是这些是人们所做的事情的后果，那人类多没办法脱解那个罪恶。现在真理和那个好处来了，先照在那个真理上吧。就这样，亚无法就变成了亚无法，那人怎么写？就他们没有脑子那里怎么写亚胡法？
这个就是那个假上帝的名字。这个摇法就这样子，你们能看得见这个在新上经那里，他们要把这个断掉就变成雅虎。有的人不说雅虎，但是别的嘛，他们念这个时候就别唱那个别的东西。我们先把下在这个，因为有的人把那个摇法断掉了就变成雅虎嘛，这个是一个。还有去远的地方，那人类会做这个，在他们那个路程那里，我们就在这里把这个结束了。我们先看一下人类的毛杀期。我们慢慢来擦干净一下，为了不会有错了，一个一个来。我们结束了这个就是呢，马上进去那个下一次课的，就是那个就是课的，教导人类多会得到他们的，我们就把出来人类的毛杀气。有的人就走错了，我们不管那个，这个药物从哪里出来，就这样子。这个呢，他们有放好这个药，他们会留下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到这里呢，太危险了。他们的娃娃又加个那个点儿，就是好像那个前面的那里又加个那个点儿，就一直变成五，读这个就是五。我们在这里就是雅虎，这个就是雅虎，他们的雅虎就是这个嘛，雅虎。那这个形象呢，因为有这个点儿，然后变成五。有加个点儿就变成五 v 或者还是这个 h 如果加个五就虎，他们这个娃娃又加了那个点儿就我用那个红色的点儿，那变成五，马上那个立刻变成五就。变成雅虎，他们就是这样的做的。这个娃娃又加了那个点儿了，就变成五。不好意思，这个又错了，五，这个就是变成五了。活着鱼，我们用绿色的，为了你们的眼睛能看得到，这个是娃娃，娃娃。这个娃娃呢，有个点儿了就变成五嘛，就这样。如果说这个娃娃呢，再加个那个点儿在那个上面啊，在上面加个那个点儿，就我来画一下，在头上在上面有个点儿啊，那这样子就变成O。就变成O，那这个耶和华就这样的出来了。那这个是雅虎，因为这个变成5，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拍个照一下这个，然后稍等一会儿，我会只给你们编解，按照那个希伯来字母。这个就是那个在第3代的变化，就有这个虎，以前是 V， 在中间 O， 现在第3代就是第一个就是 in use between two 手上的就是那个公元前2000年。
就是那个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公羊讲400年。100年，要说后面，就是那个公羊后100年，这个以前中间的 middle 来的就是那个目前第一个是 V， 第二个是 O， 第三个就是 U。那这个可以读这个 V O U， 他们把这个混在一起了。以前就是 V， 在中间有人说了 O， 然后 U， 就我们看见了这个 U， 这个就是按照那个时代。1就是1，开始就是卡，一直卡。不会有变了。我就是举个例子，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的方法读这个，我查一下，怎么什么样的方法，怎么读这个，按照那个方法，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V， 你们看见了这个 V 或者我或者五，他们就是这些。这个是 Vav， 怎么写这个呢？在前面就是 V， 就是这个就以前的，在中间呢就变成 O， 中间的这个时代变成O，以前的时代。就是 V， 这样子就不会丢掉了。那我有办法给你们解释好，这个是 O， 这个是 Vav， 不好意思，这个是 Vav， 这个呢叫我就是这个有加个点儿，就是变成U或者5。你们少看就这个嘛，我们先把这个照相一下，这个字有存在呀，中间的时代是我，后面的字时代就是5。那个图片没有出来啦。我应该要给你们那个看那个图片，看不见了，我们必须重新画。刚才那个找不到了，刚才那个图片，就是这个，哎呀，有人发给我短信了，就是这个。这个是第一个，就是 V， 第一个时代，中间的时代 O， 第三个时代就是那个U， 这个就是按照那个时代，从以前就是 V， 然后变成 O， 然后变成 U， 第一个就是那个公羊讲200年，公羊讲 U 就是那个公羊讲400年，就这样。这个就是按照那个时代，他们就是那个把那个改掉，就原先的那个，就后面的就是目前他们都随便找啊，他们对这个那个原来的有的改了，应该是雅法，然后变成雅虎法，雅虎法雅菲，那我们都看过了，他们都又错了，他们都迷路了。有的人没有说过了这些，他们那个有的人怎么正或了怎么说了，就是雅法，这个是第一个节目啊，第二个节目你们可以发给我短信哦，跟我
问一下提问的问题，我们先祷告，为了感谢亚法父亲呢，你收到了那个上帝的那个好处，他的征战的名字就是亚法，所有的人多跟那个亚法离开了，就不会把解脱那个罪恶，把那个名字又改了，就你们那里多没办法，就一直在犯罪呀，然后下地狱了。不再犯罪是什么意思？就不会做，或者在你们地球上，你们不会找到这个住了一位在耶和华，这个一定在耶和华这里才能找到这个不再犯罪。我祝你们好，为了你们得到耶和华这里，你先决定一下，先寻找耶和华的大事，就是那个。给你传给耶和华，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我们先祷告，非常感谢您亲爱的亚法爸爸，我必须给他们那个就是为了你的教育有那个记住，为了因为这个是拯救的，然后让他们知道了你是什么样的上帝，就是上帝亚法父亲创造天和天上的天和那个地和地上的所有的用荣耀归给你。我求你为了祝福好这些话，为了充满了你的人气，你的保护，让荣耀归给你。亲爱的亚法父亲呢，我相信你会祝福这些。我祷告了，奉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阿门。那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为了下一个的再见。